台湾蔡综合伫总集顺以环境杂志加台湾议题研究中心针对营销竞争力加6都乌金治安的评比，发现台南主要退步指标就是民众对治安的忧心加无信任感。台湾除了寄望市长严格对政治性治安事件把关，嘛要求警察局长新官上任要有具体作为，也无庆声响未停，互呼声变成贪腐的城市。会中议员嘛将8号2卡鸡卵送给市长，痛心表明台南无爱庆字卡。我现在不是跟你讨论个案的后续啊，其实你上任6年来，非常多的政治事件，不管是议员候选人的服务处被开枪，还是甚至民进党籍的重要人士也被开枪，等等的治安事件，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送你一颗鸡蛋吗？我知道你是不怀好意的，我是剥好的蛋壳啊，代表什么？台南市民不要蛋壳啦！您上任这6年来，治理台南市4个字：让子弹飞。其实现在11月4号了，再2年就是您卸任的日子，能不能在2年多一点？2年多一点，多1个月嘛，能不能在2年多1个月时间，不要再有政治性的治安事件发生？本来就不应该有，不管任期还有多久都不。答应我们嘛，答应全台南市民，可以吗？您说不要让它发生，那你要把所有的全台南市的这些有治安涉及的分子都应该把它。市长，好好听我讲，我说政治性的治安事件，尤其是党内的同志，好不好？对，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注意一下。你讲的对，但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替其他人的行为负责，但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面对今年7月加精彩开幕的精神公园，总经费8.3亿，不过互议员蔡综合相当不满是，才拄完工，不过地下2楼的停车场路面敢若月球的表面，完全无平。质疑这款的公共工程品质，要求限期改善。对此，交通局长表示，因为也未验收，所有缺失拢依照合约改善处理。对此，市长嘛承诺到年底一定完工。台南新闻，阮子林英庚采访报道。